乡亲啊，咱刷来看这个家人银河小食店新型的群组感染，今仔日佫增加12例确诊，其中这个家人的台湾海洋大学有一个老师、一个学生确诊，学校是紧急改做线顶教学。家人这条的传播链是一开始有人的环境，伫上班时间刚走到银河小食店去食宵夜、啉酒，去挖着病毒，随落来佫参加着警察局的餐会。到目前为止，家人警察局已经有10个人确诊。那家人市长林佑昌进前甲确诊的警察有过接触，虽然第一采甲第二采拢是阴性，但是为着安全起见，是甲居家隔离的时间延长到10天。警政司长陈家钦嘛请家人市民安心，讲一定会调度警力，维护着家人的治安。防疫消毒车伫咧家人来回进足消毒，工作人员慢加放放，因为今仔日下知影，各有2个警察互验出阳性，阳性反应10人，居家隔离49人，新增2名确诊个案。家人市长林佑昌目无挂嘴暗，含确诊的警察翕相，家居家隔离前2到10天，即马第2摆采检结果出来。林佑昌伫咧人面册铺文，讲拄则完成第2摆 PCR 采检是阴性，会继续来做防疫。即马病毒嘛传去到国立台湾海洋大学，今仔日会知影有一个老师确诊，还有一个学生 PCR 嘛是阳性。依照防疫的规定呢，我们决定今天3月28号全校停课1天，然后由明天3月29号开始到4月10号。全校进行线上教学。即马每一个单位批评啊真严，就惊家人银河点心大，刑事警察小话会继续传出去。面对警察违规出门食宵夜、啉酒，倒着病毒，警政司长陈家钦伊讲嘛做对心肝。那这样的一个行为，我们相当的遗憾跟痛心，也相当的不应该。陈家钦强调，即马上要紧的是，家人市警察局全面做体检，卖调动警察，不要治安出现空棚。姓王的小队长和姓林的队长无乖乖上班，含2个点心袋小姐食饭。身为警务人员所违规，家人市警局卖伫咧疫情线继续追究因的责任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